喺墨爾本周圍都會見到 China Bar 不夜天嘅分店。未搬嚟澳洲嘅時候呢，我就成日都見到呢一間鋪頭嘅分店，但就未入過去食。搬咗嚟之後呢，試過幾次，所以今日一齊去食。呢條睇落好似乾炒牛河嘅，其實係炒貴刁，好多料，味道都唔錯。呢個鳳爪純粹係我想食，所以叫嚟試下。我呢碟係燒腸撈麵，因為燒味嚟講呢，我覺得呢度嘅撈麵係好食過撈飯。呢個撈麵係我大推嘅，因為平時食開燒味咧都會係配飯啊或者瀨粉，但其實撈麵都好好食。燒腸就不過不失啦，但係佢一定唔及喺 City 有一間叫做明昌嘅燒味鋪嘅，但明昌已經執咗啦，咁所以要食燒腸嘅話呢，不夜天都係一個選擇。呢度嘅點心呢，我就淨係試過鳳爪嘅啫，但我覺得呢度鳳爪嘅份量唔係特別多啦，而且味道呢都唔係特別好食，可以唔試。而且呢碟鳳爪都要10蚊澳紙，唔算好抵。埋單呢就係澳紙47個7。總括嚟講呢，我最推介呢都係呢一個撈麵。有去過不夜天嘅朋友，如果有其他好嘢推介，記得話俾我知。